好來繼續來看市門的重要城鎮中華鹿港舉辦着活動，現場免費發送着500份的滿魚便當，這一份便當要400塊哦。果然透早7點，都未少民眾來搶排隊。優惠真高的滿魚，佇咧網仔巷甲處處扣，都只使用噴點噴火，將滿魚巷卡金黃所切，邊仔排隊民眾攏看甲酷酷燉爛。來那個烤鰻魚，烤鰻魚。試食滿魚的所在，就佇咧中華鹿港八大農會聯名保燒鰻產業舉辦活動，澎開上民眾排隊，因為鹿港是台灣市鰻魚的重點，白鰻食甲正水，閣好食，早期以外銷為主。這幾年是要拋開國內市場，即便鹿港鎮農會跨縣市串聯其他農會，互大家免走到國外，都當食到鰻魚真正的滋味。7點鰻魚便當鋪規大地的含鰻魚，閣有牛仔龜、烏豆甲卵酥，原價一盒愛400鰻魚便當，現場限量500份，食免錢，真濟民眾早早起來排隊。來第一個鰻魚便當了，啊幾點來？差不多7點。冇機會啊！這個超過500人啊吧？係啊，啊你攏排啥？攏要來排啥？排鰻飯啊！鰻飯啦！除了現行的鰻魚甲保燒鰻便當，現場閣有保燒鰻飯圓 DIY、保燒鰻口味的冰淇淋。主辦單位腦筋真甜，就是要互大家食好夠快。民眾攏學了解得知，其中閣以保燒鰻魚飯上受歡迎。第一時間就去搶了，就算天氣介熱，排隊隊伍排要1公里，就是要食到鰻魚一刀斬的好滋味。